高雄这边连接前镇甲凤山重要的车路马祖港桥改建工程头尾3档半，即马总算是做好势啊！要伫咧12月11中昼来全线通车。好，当地民众听到这个消息是有够欢喜，拢讲总算毋免阁踅路踅遐远啊！ 虽然不是上下班时间，不过高雄中山四路要行马祖港桥去凤山的车辆是一台接一台。马祖港桥是连接前镇甲凤山的主要道路，因为桥梁伤旧爱改善，佮加上捷运黄线要走地下接来遮，地属规个改建工程拢总开3年半。工务局采取一半时间一半通车的做法，无论是做生意的店家，还是逐工出入的民众，拢讲对生活影响真大。上下班时间，大家拢要钱遮啊，但干那等遮不下早时啊要上下课学校。 上班咧，兼要载囡仔的，规个拢接受这条啊。人要来阮遮做买物件煞，就爱逆向来啊！无所在通互外入来啊！无可能后壁的人佮走去市来，佮过一两遮来啊！真早佮直接开单啊！阮生意变足歹做啊！头家怨叹讲，一条桥做3年半，人客废弃踅路拢走了了，通车是毋是会有改变，需要去观察。工务局表示，工程加拖1年多是因为捷运的关系，桥墩需要做第一个改良加强。新的马祖港桥未来往前镇是3线道，往凤山是2线道甲人行道。另外交通路线冇改变，提醒大家爱注意。通车后，交通局规划5甲往前镇方向，机车可以直接左转。 中山路南下方向，汽车可以直接左转，使交通更加流畅。民众认为通车了后，出入免阁扣一大链，当然是真好。不过车道改变一定要甲指示做清楚。对此，工务局表示，初期有安排交通队警员甲义工来协助交通指挥，帮助民众适应新车道的路线变化。记者邝家族、顾朝阳高雄采访报道。